传给有智慧，爱看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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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唱歌呢，一定爱给阮按赞。拜托，谢谢哈。请问，倒一个台湾古早的产品，伊发明的时间上介早？哎呦，阿公店应该拢有用过啦吼。嘿，我感觉是 B 啦，B 吗？啊，B 是丸， ，B 迄个臭油丸啊，臭油丸啊，丸啊，金螺丸。臭油丸啊，因为吼，较早阮兜足散的，是，啊，阮若是讲破病，也是讲拢食拢济食济。哦，臭油。阮母啊，都敢若有百病敢若有钱要这样搞钱啊！啊，你想看觅，我今年已经54岁啊！哎呦，安尼，我自囡仔生今仔你出来，甲年岁讲出来不要紧，我不要紧，真好。对，我无咧惊的。无你惊，所以讲你感觉是臭油丸啊？对，因为我自囡仔生出来，阮老母就甲我钱臭油丸啊。哇，你都50几吨啊呢？对，但是我敢啊，讲一句话，毋过吼，A 嘛真对，恐怖。我敢讲一句话，臭油丸啊，可能甲明星花露水吼，差不多时间差不多时间。为什么？较早阮较接片来生肥啊，阮老母拢会当啊，甲你抹迄花露水。哦，嘿足生的无？啊，即摆我都毋知溜啊，溜啊是对，。我即摆我都毋知影到底是什么人先，什么人后啊，啊是这两项啦你。要问一下大家妈妈哦，，大家，来，臭油丸嘿，是甲民心都要接近啦，啊，但是臭油丸较大声。哎呦臭油丸较大我嘛声，感觉臭油丸啦，臭油丸。臭油丸。好，咱来看，金螺蒸丸。螺丸对毋对？恭喜恭喜！对不？真正好，你交在阮兜较早泰山，无这1万块咱趁会着啦。哎呦，来，先换温手。冠军吃水饺加1万块。哎，2万是啊。 2万是啊好，来，咱来请老师给咱解说，到底是打一个早，打一个暗。来，诶，臭油丸呐吼，较是较早啦，嘿，比迄个明星花露水较早几啊档吼。啊，但是主要爱知影就是讲啥拢会叫做蒸螺丸啦。嘿，因为迄就是日本人吼，去迄个罗西亚吼战争有无吼？啊，结果战争诶，拢迄个兵啊，拢会迄个落屎啊。哦，啊，就用因着去研发即个蒸螺丸即种物件，臭油丸即个物件，嘿，会当治落屎就对啦。嘿，煎都爱食这。蒸服罗西亚的这过程产生的一种药啊，安尼。